机动车教师工会指出讲，最近有乘客方便伫咧车路说放教示的事件，就是凸显讲这轿车平台无列入去运输业的管理制度出现这款的空棚。法规干啊规范这车队含司机，事实上咧派遣的轿车平台说是无法律来解处罚，呼吁交通部爱检讨，而且爱修法保障乘客安全。 2025年5月，台北市北发生有一个13岁查某学生坐多元机动车，也因为伊要改停靠的路线，所以人等伫咧路边，互一个女学生惊到。昨嘛个发现有一个查甫人被等伫咧第64线快速道路互车告死。国内轿车平台多元化，严顾旅客坐车安全无保障，也无法度叫平台负责。机动车教师工会讲就要修法。 他们只有告知我跟这个系统哪个系统合作，可是营运计划书里面政府的规范里面并没有去说，那车队跟系统合作的时候，他们的权利、义务、责任是什么？可是发生事情的时候，这些怪兽、这些有钱管事的人，他们却可以因为法令对他没有规范，他把车队挡在前面，所以他不用负任何的责任。 而市面上主流的多元机动车轿车平台，因管理车队方式分做两种，像台湾大车队、大都会，也有这群行起的钥匙，拢是因家己的车队直接管理。也若像 Uber 也个 Bolt 是平台商加几类车队配合。伫这卖法定，只个规范机动车队也个车行驾驶人，轿车平台无法通管。那营运计划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包含那个派遣系统，还有一些营运方式的一些相关的资讯。 这样子，轿车平台的责任还是要看说他跟车队的合作关系的契约的内容而定。国外更有规范系统商，像 Uber 伫日本就甲专业的机动车公司合作，只敢提供媒合作用，无参加定价。因为后边真侪所在是规定平台的责任就要遵守联邦甲国际的法规，包括消费者保护甲安全性规范。因为平台跟他们之间可能不是一个雇佣关系啦，就很难去说要求负连带责任哦。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他如果可以透过保险的机制来把分摊的一些风险，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方式。对，可能涵盖的这些风险里面也要做一些负担，规范这些平台业者的权利义务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法律上是可以来做一些研议跟讨论。学者认为，消费者伫咧选择系统商了，对方就义务提供安全保障。另外，交通部强调，若是系统商甲车队合作的形式，有委托管理的责任，平台就有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